在地人在地前来食卤肉饭，云林县的卤肉饭节今年是第4届，为了要招全国更较侪专业的这个店面以及民间的高手来参加。县政府提供总奖金有9万块，打算要选出12间优质的店面，甲9位民间的高手。毋那伫11月23会选出冠军，时到会提供超过1000碗的卤肉饭，分享在地好滋味。云林县的新吉卤肉饭评选已经开始了，为今嘛就开始报名，按算会选出12间优质的店家，甲9位民间高手，伫咧11月23高坑的绿色饭坑来选出冠军。那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到9月27号，欢迎所有的专业店家以及民间高手来报名。云林卤肉饭节已经是第4届，今年县政府嘛特别推广健康观念，除了参赛者爱使用在地米、猪肉、豆油，若是佮加入在地菜色、果子，嘛会另外加分。我们今年加入了健康的元素啦，云林也是蔬果中心。这届宣传记者会，县政府嘛特别邀请到顶一届冠军香帅亨利，佮有美食节目的主持人詹祖武共同来推广。云林人呢，那一定要来云林卤肉饭节，因为我本人也是很喜欢吃卤肉饭，所以我很期待到时候可以来吃吃看那1000碗。活动当日，除了会选出上好食的卤肉饭，嘛会提供1000碗的免钱卤肉饭，让民众来食看卖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